新冠疫情了，中国经济救援是爬不起来，有未少少年人就甘愿离乡背井，出国来去打拼。其中因为泰国的生活成本较低，签证咧办较简单，所以有真侪人真爱去。专家认为，现代少年人敢毋是为着钱，颠倒是为着追求自由、有尊严的生活。拍棒球老汗老弟为中国上海来的空年，咧上例行私人教练课程。这种活动是伊一个住伫上海时阵无法度负担的正贵兴趣。自从到泰国了后，伊总算应开始享受生活。疫情的时候，对自由的渴望变得更加的强烈一点，可能你会有一些对未来的一些向往，有一些期盼。新冠疫情期间，中国实施严格的防控政策，对国内经济产生真大影响。即马真侪生伫1980到2000年之间的中国千禧世代，已经无亲像爸母迄辈共款，应找到大具较好的头路，都拢去别国追求更较好的生活。亲像康年甲文辉这对少年翁某，都是透过申请语言进修课程，摕到签证，到泰北、清迈展开新的人生。好像人在国内生活节奏确实太快了，所以导致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或者说是自己根本没有自己那种自由的那种空间。Because they are cosmopolitan, open-minded, and they cherish a basic sense of freedom, not necessarily political freedom, but they want to live a life that they feel is decent and is dignified. 路透社指出，在中国社群媒体微信，移民这个名词正做热搜。今年初1月底，移民泰国甚至一天有30万搜寻的次数。因为比其他国家，中国人申请泰国学生签证是较简单。专家指出，这受过教育的中国少年人，未亲像过去的中国移民追求财富同款，是找到属于家己的人生方向。公司新闻杨干编译。